大家收看今仔日6月26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伫今仔日生效。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即马拍算要做伙邀请总统赖清德依法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伊人监察院伫昨下晡伊嘛召开记者会，宣布要申请释宪，因为原因是认为立法院偷渡监察院的调查权。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会伫2日生效正式实施。不过，总统赖清德决定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不过，传出国民党甲民众党可能伫释宪进程，利用这个浪棒邀请赖总统依法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行政院长杜永泰25强调讲，宪政机关应该有分寸，嘛会伫上短时间内决定当时申请释宪。大法官解释之后，才对这个新法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大家有共同的体认。所以我希望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它的分寸不应该有太多的不应该的动作。监察院嘛表态反对国会扩权，宣布会申请释宪，会伫法案生效了后，经过讨论，正式提出后会送议会。讲立法院利用修法达到修宪的目的，甲监察院的调查权偷渡去甲立法院，明显违反权力分立。本来分配给监察院的调查权，本来分配给司法院、检察机关还有检察机关的所谓的司法侦查权，通通拿到立法院去了。那用修法的方式达到修宪的效果。针对敢是支持三权分立，会考试院甲监察院，监察院是表达尊重。因李准又表示，伊个人是支持三权分立，不过唯一的方式是透过修宪。因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是无认同，批评赖政府毁宪乱政，惊去互查备案，恐吓在野党。在党不宜贸然行事，最主要是在恐吓大家，是不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只要不合你的意，你就申请释宪，然后就不打算遵守了。我就要问大法官做还是不做？大法官做了，不就是印证了社会各界对于大法官是民进党提名，可能有绿色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国民党指控赖政府恐惊对大法官下指导棋，释宪案的战场真明显是纠权兼裁判。嘛对赖总统伫释宪进程无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选举进程的承诺根本就无照片照行。不过，民进党陈冠廷认为讲，释宪进程任何的举动拢无妥当，等到释宪案明朗化了后，相信赖总统会做完整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咱驻美国的代表入大雷，即马互周刊亚讲，伊用政府的钱黑白买，要求买一只400万的轿车，佮甲指控讲伊上任才半年，官下就开买800万的所费。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回应讲，为许可的采买是拢有按照规定，针对外界质疑入大雷嘛会写报告说明。也来入大雷，伊嘛有出面强调讲，这的拢是恶意不实的指控。无论是接待财团访问美国的经济部长郭智辉，或者是驻美代表处大大小小活动，现在当看到驻美代表伊大雷甲因夫人做伙出现。不过，即马这对翁仔某所去用标出来讲，上任了后，因用各种的名义黑白开公家的钱。台湾，周刊引用知情的人士，摕到外交部的公文，标出伊大雷以礼宾的需求为理由，希望甲驻美代表处接买2年的公务车换掉，而且申请要买的车大概370万。因为无符合换掉的规定，去互国家部门否决。另外，伊嘛以公务的名义买台票96万法国的手工碰椅，也有2顶面床拢总50万，2条喇叭26万，2台咖啡机拢总22万，也有1领爱21万的地毯。另外，包括洗手的、洗粉丝的、起膏、起面，外底爱自费的私人用品，伊嘛全部拢报公销。另外，佫传出伊大雷趁交接的时阵，以萧美琴的名义采购报销，上任半年，官下就开800万。另外，伊大雷因夫人嘛去用指控讲，对外交的同仁是真够拍派，一家伙违规使用公务的资源。这个代志传去到总统府，赖总统只是行政院甲外交部了解实际的情形，照相关的规定处理。我会请外交部去做事实的了解，有任何的违法状况及时处理。我们有请于大使，他有写了报告，核可的项目并没有违法，有些是因为确实是。已经这个使用的期限已过或者是过去有损坏不堪用。对各界质疑，林佳龙讲已经确认许可的采购拢有合规定，因为即马通信拢真利便，要甲伊大雷叫回来，会请伊以书面的方式来汇报。不过嘛强调会阁检讨外管办理采购的程序，确保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国防部公布有17架中国军机、8架军舰来扰乱咱台湾。国防部嘛有告讲，中国伫今仔日因会执行载火箭发射任务，若飞行的路线按算会经过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另外，海巡嘛有发现有4架中国海警船走入来咱金门的限制水域，咱有随出动3架巡航艇去监控，嘛甲因赶走。中国海警14603，这是金门海巡队。各中国海警船侵扰金门禁限制水域，25透早5点外，4架中国海警船以2组编队，分别按金门北定东方、复兴区南方海域进入，放射因上近离海岸约5海里，是历来上近的一届。海巡3架巡航艇即时去距离船艇大概2点外钟。旁边有一台我方的海巡艇在监控，今天非常早，早上6点就进来。民众透早伫金湖镇成功海边，嘛翕到海巡船艇监控海警船的状况。广播公布讲，历时规工侦察17架次的中机、8架次的中南辽台，搁再度有过中国伫2月要执行运载火箭发射任务，飞行路线有加经过台湾的 ADIC 对中国的威胁。赖总统对美国国会访问团讲，台湾的负责人员来处理两岸的关系，而且会维持台海甲印太区域的现状。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我们深知强化台湾的安全就是强化区域的安全。台湾会持续负责任地处理两岸关系，也希望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中国任意划设红线。Support you in your effort with as you take on a more aggressive China. I might add, I don't think China is just aggressive in this region; it's globally. 民间帝国台北政经行业基金会和平安全中心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指出讲国军当前3大的新趋势是：组织变大、兵野增加、预算变多，尤其是今年开始执行的1年期251，会增加人数甲作业维持费，影响到军事投资。人力资源跟财力资源的冲击嘛，一年是，我们希望给政府一些建议。7月22要起过的汉光演习，强调瓦军实践法，重点之一是严正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落实作战的规则。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认为，拢是好的方向。也若经过26年，现任参谋总长梅家书会去立法院报告汉光规划佮备询。李喜明讲，无认同，忧心会影响到部队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也是好天、烧热的天气，过到高落西北风。咱同齐来看云图。太平洋高压继续增强，今仔日和明仔，咱全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伫东南部、恒春半岛、甲澎湖有湿湿啊雨。过到了后，台南以北，也有各地头的山区，拢爱注意西北风。尤其伫中部以北，也有山区，雨会落较粗。温度这方面，今仔日气象署是针对咱全台湾有12个县市，拢有发布高温特报。其中，伫屏东是红色的警示，等于是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若昨昏，咱全台湾上高温的所在，也就是伫屏东有38度1。嘛要提醒乡亲，天气遮尔热，爱加啉水，才袂着酸。天气遮尔热，风台季节嘛要到位啊！气象署即马就预告讲，因为今年是反盛型现象年，所以风台结起来所在有可能对换咱台湾较近。也若数量应该是会比平均也搁较少。也若今年7月至9月温度会比正常的标准搁较悬淡薄啊。也毋过伫雨水、落雨这方面，雨水量颠倒会较减寡。特别结束梅雨季创下史上第5少雨的梅雨记录。特别正值7月到9月热天，气象署统计，雨量正常偏少，气温会比平均值较热。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西北太平洋6到12月差不多有11到15个风台形成，外台湾风台个数平均是3到5个。气象署预测今年下半年风台形成总数甲外台湾数，拢会是正常到偏少。最新的预测是2到4个的台风。是几率比较高，太平洋高压比较显著的时候，它常常就是往西直行；另外一种就是会往北偏转。那这2种台风的路径，只要它稍微够靠近台湾，其实都有可能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另外，为提供更加完整的风台资讯，气象署会伫有报道组增加风台暴风到位时间预估。
和防灾单位用伫风台来进行的3到5天，就知影暴风可能上早到位的时间点。另外，第二天气部分，气象署提醒，刷入去1礼拜拢是关分真热的天气形态。另外，中昼过后，热对流旺盛，可能有低延时强降雨，雨区大，落雨的时间也长。气象署会随时发布大雷雨及时资讯，也提醒民众出外时阵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食药署公布有3批对韩国进口的辣椒粉、番姜粉，红验出农药残留超过标准，计共有8280公斤，即嘛是红冻伫边境，无法度被入来台湾。最近这半年，对韩国进口的辣椒粉、番姜粉，计共有9批无合格。食药署表示，咱政府伫4月份的时已经发函，予台北嘅韩国代表处，要求因伫5月底之前爱提出说明。也若对方是希望讲会当延到6月底，即马要6月底啊，咱总共无收到，又无排除要下令暂停进口。来看自由时报，屏东的检方侦办无党籍新北乡乡长潘浩源等人涉嫌盗利，用人无符合规定。意外嘛查出讲，前乡长林志成伊嘛用同款的手法来安尼做。检方昨昏侦结，依法甲潘浩源、林志成，也有4个乡公所的职员起诉，计共有6个人向以上法办。来看联合报，台北的大巨蛋敢会当举办演唱会？台北市议会这个单是还未决，因为今仔日就是台北市议会伫这个会期最后一届的临时大会，拍算这个案，今仔日会伫市议会进行表决大战。来关心野球，中华职棒伫昨暗因伫台南比赛，统一狮对乐天桃园，统一狮以11-4拍赢，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这嘛是统一狮的总教练林岳平做教练第4座季冠军，伊嘛是队史上的头一人。顶半季的成绩一路领先，不过已经停牌真久。统一狮伫台南主场的保留比赛，因是规个脆弱，总算伫因的主场摕到冠军，现场放出感觉色的彩带庆祝胜利。非常恭喜统一狮一整个上半季的努力啊，终于拿下。统一狮开季气势是真猛，不过嘛经过一段连续失败的时期，就亲像对季冠军的大考验。这暗统一狮成功摕到第17个季冠军。这嘛是总教练林岳平丙总，加做教练摕到第4个季冠军，加做队史的头一个人。虽然在6月初球队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下，所有的人挺住了连败。那在最终，在我们台南这4场连胜夺下胜利，感谢所有的统一狮的队职员。原底5月28比赛进行到第2局顶半场0-0的时阵，因为落雨冻点，统一狮派罗昂来接手，对战乐天桃园的日本籍投手铃木俊虎。这个低角度的球，安可挥空遭到了3振。展示要封王的决心。第5局下半场，统一狮苏智杰带头攻出带有1分打点的安打了后，球队开始一路拼落，1困头6分摕过手。应该是没有问题，回来 ，save 直接踩回来，而且传球的时间呢，第一时间捕手没有接到，所以垒上的2名跑者再向前推进到得点圈，统一狮队把这个得分的大门是完全的打开了。在差7分的情形之下，中国者当稳稳出场，顺利守掉的无失分，将其尾统一狮以11分比4分拍赢乐天桃园。在9000外的球迷加油的声音内底，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肯亚跟阿富汗加扣税的抗争已经是抗议要1礼拜。25日时，示威的民众想要冲入去国会内底，互警方开枪，上无有造成5个人死亡，几若10人受伤。示威者即马是要求因的总统鲁托爱落台。示威的民众伫首都奈罗比国会大楼头前想要冲入去，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有人不幸着枪死亡，嘛有几10个人受伤。警方发射的催泪弹伫涂骹冲了真紧，而且随着看到街仔路有人倒咧涂骹爬袂起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伊共爸告母的小妹嘛是示威者之一，嘛受到催泪弹攻击。有部分的抗议人士成功走入去国会。迄当阵国会议员当咧审议受到争议的加税法案，法案一通过，原地封锁的国会，甲总统府外口的街区互突破，议员向公位地下道离开。也若投反对票的议员，示威者是放因走。
其他城市嘛有几个抗议行动。总统鲁图的故乡西部城市艾多瑞特的百姓嘛要甲放出去。鲁图讲，即马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伊第一个考虑。Kenya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ts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was infiltrated and hijacked by a group of organized criminals. 克阿经过新冠疫情、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连续2年可花甲钱变薄，百姓伫经济冲击之下，生活是真艰苦。路途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提出大规模征税计划，拍甲石油要扣征达税，安尼国库会当增加27亿美金的税收。不过，这嘛互 Z 世代为主的少年人是真不满。就算政府有让步，答应要取消胖、加油、汽车所有权甲金融交易等等扣的税，不过这对示威者来讲也是无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你要开始休热，有要安排去日本佚佗的乡亲。这则新闻请万玲编译。来看经过53天的太空之旅，中国的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昨昏成功对月球转来地球，嘛完成全世界头一届，甲月球卡车片背后的土炸采样炸转来地球。中国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25下晡2点07分成功为月球转来，安全降落伫内蒙古的草坡啊。我们完成了降落伞的切除，还有整芯断电，另外还有着陆的状态检查等工作。现在的返回状态挺好。53天月球探索的任务结束，中国嫦娥6号嘛完成人类头一届为月球后壁面，成功摕到土白样本转来地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电表示，这是中国伫航太甲科技的方面，搁一届摕到标志性的成果。甲月球头前面白白显不严边缘无共款。月球的后壁面，照拢是密集的流星坑。5月初3发射的嫦娥6号，降落地点是伫月球后壁面上古早、上深的流星坑艾肯特盆地。伫遮采集的土白样本，会到2020年年底，嫦娥5号为月球头前面炸转来显不严样本来做比较，对进一步入捌月球会有帮助。因为中国要伫2030年进前实现太空人登陆月球的目标。这届嫦娥6号完成复杂交会对接的过程，等于是提早演练。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时，伊改变过去谨慎的态度，也罕见用强硬的用词批评北京当局讲话无算话、言行不一，虽讲要美中交流，也毋过背后煞世界的主动。私人质疑讲，因敢真正想要改善两国的关系。继续关心国际刑事法院对外表示，罗西亚参谋总长基拉西莫夫也搁个将国防部长肖伊古涉嫌犯下指挥军队部队去攻击平民的战争罪。另外，伫乌克兰进行无人道的危害人类罪，会对因发出逮捕令。来看日本的防卫省是表示讲，北韩啊，亲像是伫今仔日透早搁发射一粒弹道飞弹，落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外边。日本的防卫省会继续保持警戒，观察这件代志的发展。这嘛是北韩伫今年第8届发射弹道飞弹。新北市警察局沙定部分局有一个姓翁的警察，伫2年前，伊甲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当作是通缉犯，要甲掠的时有甲人拍着伤。检方是认定讲双方拢有毋对，所以2个人拢互起诉。也那新北的地方法院即马一审宣判，只有警察有罪，互判5个月有期徒刑。这个姓黄的查甫人无罪。被打成重伤的被害人，竟然还要被违法滥权的警察提告伤害，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污点。感谢法官明事理，佮查清楚，否则互警察拍甲重伤的查甫人会当判无罪。姓黄的查甫人伫委任律师、公民团体陪同之下开记者会，大骂警察违法逮捕。谢谢支援西美地院法官能够还黄先生一个清白，能够判决他被认定在这个违法逮捕过程中抵抗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伤害罪，是无罪的。伫2年前，姓黄的查甫人互沙定部分局姓翁的警察准是通缉犯，要甲掠起来。姓黄的查甫人背称反抗，双方是发生冲突佮相拍，结果拢判官司。地方法院伫审理的期间，姓翁的警察表示愿意赔30万来和解，方拒绝。公民团体认为专案就是警察暴力做伙家庭。
远警的教育训练不足，远警在他们所有的执勤规范里面都有明确的规范，在哪个状况下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或者这个规范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加以修正？我们认为这部分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立场就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会不会再讨论一下，说有关说是不是要再上诉？这个是当事人他自行的一个决定，分局就没有再过问。新北地方法院2号1审宣判，涉案的警察防照违反毒质罪内面的伤害罪，判5个月，强制罪部分是拘役10天，会当用罚金来代刑。涉案的查某人是无罪。对这沙尘暴分局回应讲，尊重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这军伫5月1日时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了后，市政府就请这群警察爱加强伫列车顶头的巡逻。不过即马这项勤务已经改做列车是由保全人员在巡逻的对车，嘛引起民众的疑虑。伊方手挂着伤的手笼、辣椒水、甲警棍是拢参甲招着。台中这运的保全准备做随车守护的勤务。列车到站了后，除了要注意乘客上落车的情形，再来上车执行勤务。台中捷运顶个月2日发生有歹徒举刀共攻击的事件。代志发生了后，原底是捷运警察进驻列车甲车头提升巡逻的比率。为这个月10日开始，改由保全执行随车的勤务，引发部分民众的疑虑。一种方式就是行控中心，它车内会广播保全去处理状况。另外一种方式，我们随身都有携带无线电，就近的车站用无线电联系我们。你就全部要照检查，也不可能，也不大可能。反正就是说，你就要训练有专业的人专门处理这个事情。保全公司表示，因应台中捷运的调度，随车的保全加着线分做南北2段，分区做循环式的执勤。若拄到紧急的状况，除了第一时间处理，嘛通报上近的车头，再搁通知警方。台中捷运嘛强调讲，会机动性调派以及各站的人力，若有问题拢会当支援，袂出现人力无够的情形。因应保全安排了随车守护勤务之后，公司已调派人力至车站支援，仍可维持既有的服务能量。如果车站有异常状况，公司将动员人力前往支援。台中捷运强调会当发挥保全上大的功能。也若捷运警察队嘛表示，目前勤务的规划要是包括车头甲车厢的巡逻。嘛规划小范围巡逻的勤务，若拄到有状况，会当真紧就过处理。也若管区警方嘛规划会去车头巡逻，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新竹科航园区内底嘅中原宫殿地昨下晡发生火灾，这是伫地下3楼的一台轿车家己熊烧起来。警消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到现场拍火。若厂房内底1000外的员工赶紧疏开，加载无人伤亡。听消防人员的指示，1000外的员工是紧急疏散到户外。消防车一直淡水内，新竹科航园区2号下晡是发生火灾。宫殿内抢中原宫殿，伫新竹场区的地下停车场，伫下晡1点半，忽然间是庆浓烟。第一时间，工厂的警报器嘛一直亮。场内的人员发现是一台轿车着火，现场是规个烟蓬蓬。警消接到通报了后，是无确定敢有人受困伫内面，因为着火地点伫德科，遂派出12台救灾车含28个消防人员，赶紧赶去现场救援，帮助场内的员工疏散和清点人数。现场16个单位拢总有1100个人，发现是停伫地下3楼的一台轿车。技术家己得会。某公司地下3楼有汽车火警，那金山分队到场时，员工智慧箱这边组已启动，疏散1100人。那地下3楼他们的洒水设备已经自行启动，包含员工实施干粉灭火及2氧化碳灭火器初期扑灭。伫警消到场进前，有真侪员工随提拍火管，做伙甲火势拍花，才无人员的伤亡。到底这台车是安怎会着火？即马就要等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新竹湖口一间21间公司的停车场，伫8日下晡嘛发生火灾有着火，这是造成60多台奥多摆焚烧了。经过消防局的调查，发现讲现场焚烧起的这拢是电动机车，着火原因敢若是电动机车充电异常，加上最近天气搁再烧热。敢若拢有关系。消防局嘛有提醒民众，要买电动机车的时，一定爱选合格的产品，充电的时才袂造成危险。
消防队接到通知，赶紧到现场拍火。新竹县湖口地区拜一下晡传出火灾，一间外籍机工公司外口的奥多拜着火烧，因为现场拢是电动机车。着火原因，消防局表示，目前无排除甲电动机车电池充电加上天气烧热有关系。现场是设有充电箱的哦，那我们也不排除说它这个机车是有充电的可能性。这个充电呢，的确是有一定的规范，比如说不要过长的时间保持充电啊，或者说天气太极端，当然也不太适合充电。电动机车业者指出，一般电动机车电池拢是装伫较大的卡，也是上接近路边的所在。加上最近天气烧热，路边温度愈来愈悬。确实会增加电动机车电池风险。那脚踏板底下刚好就是它的底下呢，因为它是铁盒子，那我们的地面经过曝晒，高温一直往上升，就好像我们锅子在蒸东西一样往上升。那上面的太阳呢，高温又在曝晒，直接曝晒下来，在它的脚踏板上，等于它是在中间被2个热源一直夹着在烤。所以它的危险性相当高。消防局提醒民众选择电动机车时，一定要有合格认证的产品，除了爱予专业人员按电池，也袂当充电充过头，尤其千万唔通私底下改装电动机车，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高雄。高雄，红讲是高雄上水的高山鱼市，去年重新整修、调整经营模式了后，环境嘛变甲真水。验过煞一直拢无法度向消费者去交关。高雄市政府最近就决定讲，要和业者改约，要重新招标，希望有新的团队会当带动人阵。下晡时来到高山鱼市场内面的单位，有一半拢无开，有民众咧困中岛。过去是互人合作高雄上水的鱼市场，即马算是冷冷清清。高市府最近决定要甲业者改约，重新招标。新做业者表示讲，因为平常时人潮伤过少，甲假日比起来，鱼市场的业绩是差4-5成。因为阮感觉大人对于市场的期望值拢有一点无啥共，那平常时嘛是较无人，因平常时坐船的人嘛是较少一点。没有计划好，那高雄市政府很多的建设都是这样的，有钱把它翻新，没有钱维护。高山鱼市场去年10月才重新开幕，嘛调整营运的模式，佮有鱼货市集。今年区公所搁伫高山渔港规排透天厝来采花，不过鱼市场的业绩同款无较好。学者是认为讲，因为鱼市场的定位无够清楚，加上物件贵，建议市府爱做市场的调查，才知影消费者的需求。有名的咖啡店，你想要买到是好食、好啉、新鲜的咖啡，结果伊咧卖加工过的咖啡店，你感觉讲敢若无啥共款？问题出伫这产品这个所在。鼓山鱼市场委托私窃厂商继续经营管理，以增进私有财产营运效益。本局113年6月19号公告标租事宜。公开招标的消息已经就网公告，25下晡，海邮局是带有意愿业者到场来了解鱼市场的环境，按算7月初10开标。记者钟丽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树头徛好栽，就唔惊树尾做风台。若过去咧修剪树仔时，清才发现讲规丛树仔拢红错掉，唔若破坏景观，嘛可能会造成树仔死去。彰化县伫2年前，因就开始举办景观树木修剪技术的认证，爱去考证照，希望透过专业的训练，避免搁再发生修剪树仔修剪过头的情形。日头赤炎炎，袂少人拢会觅伫树仔骹热日，但是过去常在发生修剪树仔、刷规丛树仔，互人错掉的情形。彰化县2022年开始举办景观树木修剪技术认证考照，希望透过专业人员的解说，正确来修剪树仔。那有学到讲，剪树仔的撇步吼，过来就是伊剪树仔的时阵，伊的伤口要平整，袂使有一寡撕裂伤，这是袂熟考进前唔知影。错误的修剪的时阵吼，缺口若留伤长，伊无法度甲伊愈合的情形下，腐朽菌有只入侵，腐朽菌若入侵愈济，迄丛树仔就是愈容易有长期的危险。
中华警官工会表示，伫台湾种一丛树啊，若要大家会当热日，平均爱5年到10年的时间。若是贪一时的方便，长头式错树啊，实在真拍算。针对要安怎修正树木，中华县政府也有相关的规范。为了要有效的预防。业者或者是民间的不当的修剪树木，所以订定了相关的树木修剪的作业规范。依照彰化县树木保育自治条例，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可处5000以上5万以下的罚款。面对即阵的地球暖化，天气愈来愈热，落实树仔保育责任减碳，正做重要的课题。中华县政府表示，除了辅导业者上课考证照以外，未来也会安排公所清洁队人员的教育训练，建立正确的修整树木观念，守护城市的绿色景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面对即马咱台湾少子化，爱赶紧想办法解决。目前咱的劳工产假是8礼拜，也毋过呢，这是无达到国际上的标准，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是建议讲爱14礼拜才有够。咱是并其他国家佫减真济，全教总是认为讲咱爱赶紧提供女性优先的环境，嘛呼吁政府爱修法，把产假提悬到14礼拜。我们目前的一个制度，特别在劳工的部分是8周，那公教人员是42天的一个免假哈，那我们认为远远低于国际的10周以上。台湾少子化危机是爱解决的个案问题。专高总表示，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去年出世的红婴有13万5千多个，平2022年减3400多个。因认为应该提供更加友善的生养环境。亲像台湾目前产假只有8个礼拜，应该提悬到14个礼拜。这个主张也得到在野党立委支持。瑞典啊、挪威、爱沙尼亚等等北欧国家，相对比较长的状况，它的儿童新生儿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其实已经不是你给他多少的津贴，而是你怎么样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那个时间他要适应他身为人母，然后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专高总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伫2000年修正的母性保护公约规范，产假至少要有14个礼拜。亲像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拢已经提悬到14个礼拜以上，显示台湾产假规范无对国际潮流进步。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表示，愿意重新检视制度。产假当然现在目前表面看是8周嘛，可是包括安胎假、包括产检假合并起来，有新部分哦，这个部分合并就已经都15周了。我们愿意来评估好不好？很多的一个假不见得他会去请，或是请得到。政府不应该再用这样的方式把很多东西拉加进来，然后感觉扩大它的母数。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接受质询指出，安胎假、产检假、产假这个假合并计算有15个礼拜左右，未较输附近的国家。但是专家总批评，这个假的性质甲产假无同，未使合并计算，呼吁中央爱重视增加产假的诉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也若高龄化，爱鼓励老大人爱加运动，伫运动当中去找到趣味。亲像华山基金会，因着用奥运做主题，替150个老大人装塔做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举办新式的比赛。老人和老人之间会当互动，身体甲心理嘛会当加较健康。100多位老大人打扮做无同国家的运动员，一队接一队入场。华山基金会25这天邀请因伫家己县市服务的长辈做伙来参加这场专讲替长辈举办的运动会。趁着这机会，然后会使用甲大家互动的这机会，吼，然后会使互伊做一个运动啊，做一个较趣味的一个互动，啊，互伊感觉讲有人咧陪伴的感觉。除了互老大人做无同装塔以外，还有骹球、棒球、甲倒球的比赛。华山基金会讲，透过简单的踢弹、跟有拍，各种动作，甲是大人反应，会当顺续观察老大人身躯筋脉的状况。大家都足欢喜，感觉讲较好过日安尼啦。厝拢无看，毋捌看遮济人，
真好耍啊！华山基金会表示，家己县市老人多，因的实势无一定有法度陪伫身躯边，透过民间团体举办活动，希望营造闹热的气氛，互长辈有人陪。要若遮的长辈较侪拢是做事人，无一定会知影奥运是啥货。但是这场老人奥运会，因伫参与的过程当中，笑甲真欢喜，拢真投入，也真乐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让学校内底囡仔在学习的时有无同款的刺激，新北市邦桥的文德国小现在会邀请伫社会上无同款的专家，才老师去学校用台语上课。校长就表示讲，用这款方式，唔但对囡仔有积极的影响，对学校内底的老师来讲，会当互相交流，嘛是教学顶头的好机会。准备开始，1、2、3。那像咧耍入月球的方式，甲球球入去口架内底，比看啥人入上济球。这多数拢是用回收的材料做的。长期在新北市各学校支援本土语言课程的黄竹霞老师，拜日受新北市文德国小邀请来讲绘本甲台语，互囡仔学做七套物仔。接下来，一起唱啊，那无问题，这个当作讲过啊。拍手，拍这个。黄竹霞老师用绘本兼拍算的阿嬷来教一寡台语词，也因为这个绘本主要是在讲各项物件拢着爱少了，伊希望用算的方式，互囡仔来学台语。囡仔做弹只球，互伊去讲，这个物件扣在内底，一般来讲咱是弹掉啦，啊，毋过咱收起来，互囡仔洗清气，互囡仔再来做七套物仔安尼。啊，较注重叫伊讲，爱开嘴讲。因为你语言，你若讲用算的嘛是会使，啊，毋过爱强调爱叫伊开嘴。文德国小的校长表示，为着要互囡仔学着台语课本以外物件，学校有向教育部提计划申请补助，招无共联系的专家来学校，像布袋戏团、台语乐团等等，互学生用积极体验的方式来接触台语和台湾文化。其实，伫个教育，就是为着互囡仔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啊，咱学校本来就是提供囡仔有各式各样的接触，所以其实我感觉教育部有互阮即个经费来支持这个活动是足好的活动。这个计划已经实行第2档，校长表示有学校以外刺激学台语，唔但是看课本、读课文，囡仔和学校的老师拢会当学到真侪物件。透过互相交流和多元的教学方式，因认为这对台语教育有积极的影响。记者卢尚如、柯炳哲新北报道。亚那大师大台文系教授曾家颖，伊唔但伫大学内底教册，伊个会出绘本。而且，伊是伫绘本内底，希望将家己对社会文化的观察和思考，放入去台语绘本。最近就出2本，一本是阿皮和阿敏，一本是最后的乌云吧。最近要出版啦，所以伊也专工去国小讲故事，互囡仔听。正月出版的公民绘本系列，甲自由认同等等的公民意识，用故事要互囡仔知影，是真罕见的题材。公民绘本系列最后的2本也要伫6月26出版。像阿皮甲阿敏是咧讲2只台湾山羊仔兄弟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故事。另外一本最后的乌云白，用即马已经看袂到的台湾乌云白来比喻真侪本土语言传承的困境。台语绘本作者曾家颖拜日来到台北的固定国小和学生分享。一开始要做这个绘本的时阵，就是因为是为着家己的囡仔，通好看这个册。但是慢慢我感觉讲嘛是会使教我家己对这个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一寡学术的关怀，嘛会当放伫这个绘本的主题内底。为着要实践多元母语的精神，配合绘本所做的网架嘛有手语的版本。然后伫配音的部分，作者曾家颖和伊的一对相声后生林增定甲林增新做伙完成绘本的配音。自即马，你乃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我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我无爱毕业，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底。这几年来，台语囡仔歌绘本教材等等愈来愈丰富，关注的面向嘛真多元。学校的老师认为讲，这拢是帮助囡仔伫生活中加接触台语真重要的资源。适合这个年纪的囡仔学的物件愈侪是。愈多元是愈好，因为囡仔会使去有选择。有机会时阵，阮会鼓励囡仔，你若是学台语，你就会使用台语来表达；啊，你若是学英语，你会使用英语来表达。
安尼。啊，上重要嘛是希望家长伫咧厝内底拢会使讲台语。校方表示，要营造台语的环境有影无简单，因认为上要紧的要是父母要有意识甲行动，囡仔才有愈侪用台语来开讲、来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记者陆尚如、柯敏哲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来看咱台湾是真侪国小，拢是因为学生囡仔伤少，尾也决定要甲学校关起来。也毋过伫东欧的国家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亚，煞有一个只有带10多人的小砖头，因是为着一个7岁查甫囡仔，讲一个囡仔要读册啊，所以因决定要开放，甲已经关真侪年的学校，即马个开放这个囡仔来读。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岛山国家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那，风景真水意。彼得罗维奇小村庄就位于波斯尼亚中部的沙漠中，这个庄啊原本有300人。自从巴尔干战争发生以后，这人口就一直往外口刷。那伫1992年继续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了后，问题就更加严重啊！即马只剩10多人住伫遮，也有唯一已经到学龄的7岁查甫囡仔贝鲁洛维奇。贝鲁洛维奇的妈妈逐工拢会协助学生整理书包，准备上课。这唯一一间学校其实已经关真侪年。贝鲁洛维奇已经达到学龄年纪，才重新开放。那伊也是这间学校唯一学生。Pa zato što je tu prednost ima da škola radi tu i nisam imala mogućnosti nikuda selim i tako da je dijete ostalo ovdje da ide u školu i ja sam zadovoljna i sretna sam što dijete ide u školu i što radi ova škola。学校特别为贝鲁洛维奇聘请一位老师科皮克。科皮克讲，伊较惯势教至少20个囡仔的班级，所以即个一个查甫囡仔对伊来讲也是一种挑战。逐工到学校的时阵，伊甲贝鲁洛维奇会先揽一个，即马因2个人已经变做好朋友啊。科皮克对贝鲁洛维奇好奇心甲忙学习新的事物感觉满意。Odmah mi se dopao učitelj, pošto vidio sam koliko on ima znanja, pa sam ja počeo da ova neka pitanja da mu postavljam nešto što nisam znao, počeo sam da postavljam。波斯尼亚的义务教育是9年，前5年会由同一个老师来教课，后面的4年会由无同的老师教无同的科目。科皮克真感慨讲，贝鲁洛维奇也会继续伫这间学校受教育3年，不过一旦伊完成5年学业，开始前往最近的城镇上课，这间学校会阁关起来。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伊拉伫英国是有一个13岁的查甫囡仔，伊有痒痕，而且病情真严重，逐工拢会发作。即马伊是接受全世界头一个伫伊的头壳底内底放一个刺激器的手术。即马呢，手术了后，伊发作的情形已经减8成，生活品质嘛大大改善。13岁奥兰去年10月接受这项手术进程，和厝的人做伙画图贴图。拢看不出伊其实是一个严重的痒痕患者，不过1万年伊有可能就完全变一个款。因阿母讲，奥兰3岁开始就逐工发作，毋是跋倒，就是救菌失去知觉，严重的时阵，佫会袂喘气，需要紧去用药啊来治疗。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is affected because of his epilepsy。为着后生摆脱几年来的痛苦，因阿母决定让奥兰去伦敦接受一项全球首创的手术——脑部装神经刺激器。这个装置会发出电流的脉冲，阻止也是破坏大脑内底异常电流活动。医生发现手术真成功，和奥兰女士发作的次数减8成。It looks very good, so we're super happy. That's really great. We now know that we've left him with the leads exactly where we want them to be. So that gives the best chance of the device working and reducing the seizures. 上欢喜的就是奥兰因阿母，因奥兰当时阵有自闭症甲过动症，即马伊真欢喜来接受骑马这辅助治疗，病情有真明显的进步。Very optimistic for the future. I think the Grosvenor Street team gave us hope back, which was something we didn't have. Now the future looks brighter. 伊照类似的手术是甲迷走神经刺激器放入去敏感的皮肤内底，再甲产生的电刺激送去大脑。不过伦敦团队认为，直接甲刺激器放伫脑部，可能对囡仔的患者效果更加好。初步摕到成果了后，个另外3个得到痒痕的囡仔要来接受这项实验性的治疗。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
赶快伫英国来去英国看一场收藏七头米仔的展览。展览内底有收藏真侪1960年代到1980年代将有代表性的七头米，嘛想真侪人来遮找找囡仔时的记忆。英国古董车铁道米啊，真有古早味。每回克星乐高模型的掠鬼车，也是文艺做过珍藏品。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玩具收藏展，有差不多3000位收藏家，加超过550位要买的人来遮找囡仔时阵的记忆。像这搭，规个大会拢是采《星际大战》电影的周边铁道米啊。到目前为止，《星际大战》永远是卖了上好的电影之一。这就是1980年代角色连笔，永远受到电影迷的喜意。包装拢好好的绝版品，绝地武士会用卖到600英镑。超过24000外台票，德国穿梭机会当卖到580英镑，超过23500外台票。铁道米仔收藏家史内特讲，伊一工上最当赚5000英镑，算起来超过20万台票。 You'll see a toy that you had when you were 3 or 4, and the memories just hit you. I remember being in the house with my brother, and we had these cars, and we run them in the garden and covered them in mud, or whatever. Or we had the Millennium Falcon, we threw it down the stairs, or whatever. I think it is. It's that trigger to your childhoo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power of old toys. 另外，这种伫收藏展正受欢迎的铁道米仔是军人动作红仔 Action Man， 伊是1966年第一遍伫英国出现。这种红仔伊的设计是有无同款的造型，而且还有无同款的衫裤会当一直换。Action Man's been very kind to me financially because I originally started to collect it when it wasn't worth anything at all, and it was always something that was kept underneath the table on most fairs, whereas recently I think it's gone quite dramatically upwards. 规个现场看起，要买的人或者是摆摊买的人，大部分拢是50岁顶以下的男性。其中这位，伊对奥斯泰利克斯历险记正喜意，开110英镑，4400外块台票买这个伊无的收藏品。My wife just accepted it. Said I've got a problem, got a bit of an addiction. 这个摆摊的少年人，即个若12岁，伊来遮卖限量的乐高铁道米仔。伊讲，拄来这个收藏展的时阵有淡薄紧张，因过尾慢慢甲这款收藏家变做朋友。这嘛对伊来讲，乐高是比黄金更加安全的投资，因为伊的计划一直伫咧起，拢袂了。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译。天气报道在，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3度。咱继续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